再来看台湾博物馆是以仙仔、草莓仔、甲豆饼仔这三种汤拖来做主题，举办9个月的展览，希望阿公阿嬷会当带因的孙哪看哪分享因囡仔时的记忆。 两只乌龙仔搭来搭去，这是对中国唐朝开始的搭乌龙仔文化，一定有9千年的历史啊！通摊学者尤炳世收藏真侪搭乌龙仔的文物，伊讲较早大家会搭乌龙仔来博钱，不过即马较罕咧看到啊，搭乌龙仔变做是一种文化的保存。咱台湾大概拢算较侪完善，较早较有迄赌博啦，即嘛无啊啦，茶余饭后，像我倒有饲，你倒有饲。 啊，无咱来人看卖咧。这是国立台湾博物馆以仙仔、草莓仔、甲豆饼仔这三款汤拖为主题的展览。透过这届展览，互馆长想起细汉的时，用仙仔脚去换鸡仔饼的囡仔记忆。第一种就是台语讲的这个草泥公，吼。啊，第二种就是豆饼仔，第三种就是红包车啊，无就是叫做仙仔，吼。看足侪人一定有足深的记忆啦，吼。 比如讲，伊细汉的时阵，捌去收集吼伊的壳，啊无车久的壳，啊100只会使换一角，吼啊两角会使换一个起仔冰。这届展览内底有一个特别的文物，叫做菊仙仔，是古早人用鸡仔造成的仙仔造型。台博馆这个展览为期9个月，希望阿公阿嬷带孙仔来讲家己的囡仔记忆，增加囝孙仔之间的感情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